来看个人十大死因有8项是甲大考有关系，有真侪拢是自细汉才出来的。台湾大考医学会就警告讲，囡仔上大考会造成性早熟，会增加糖尿病风险哦，甚至会致着癌症，这嘛是另外一款的国安危机。所以医师就提醒讲，食食着爱注意，嘛爱培养运动的习惯，嘛唔通定定啉有糖的饮料。 有真侪囡仔无爱啉白滚水，拢啉有糖的酒药杯饮料。尤其即马休热无去学校，有一寡囡仔是一天一杯，若果食汉堡、薯条这寡甜的物件，热量超过标准，愈来愈大颗。他如果还有足够零用钱的时候，他就会去旁边买一杯某某品牌的饮料。含糖饮料的，就是可能比较严重一点啦，就是只要有机会，他就会想要喝。 医生讲，个人10大死亡原因内面有8项甲大考有关系，而且大部分拢是自细汉才出来。根据教育部的112学年度学生健康检查的资料显示，全台湾国小、国中的学生体重上重，抑个大考的成行率，平均4个学生内面就1个上过重或者是大考。医生讲，医界研究证实，大考唔但是身体问题，亦可会造成注意力不集中、性早熟。 增加糖尿病加着癌的风险，所以在日后可能出现一些代谢性疾病，尤其是糖尿病、高血压的风险，以及可能甚至在癌症的风险上，也会比一般在小时候就是正常体重的族群会来得更高。我们有跟教育部一起合作，做的是学校的午餐食物内容及营养基准，从校园的环境里面来让我们的学生呢有好的营养的环境。 医生也讲，囡仔若上大考，容易自闭，或者是被霸凌。临床上就看到真侪囡仔因为上大考，情绪忧郁到，就会去看身心科的门诊。国健署也强调，已经甲教育部签健康促进学校计划，自校园结合家庭的力量，宣导均衡的饮食，鼓励囡仔有运动的习惯，尽量啉白滚水，较莫啉有糖的饮料，较袂大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